起祝贺大肚陈相胜荣获大肚新选，我们祝贺大肚陈相胜步步高升，节节上升，全场掌声祝贺！休息片刻。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有另外一个更加精彩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都紧张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们比我们紧张。对，是。他们比我们期待。我紧张的不是他们紧张的那一回事。真的吗？真的。啊，来。要紧张的是什么？要紧张的是。其实我紧张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其实说起来，我都不是怎么相信。今天呢？刚刚在10分钟前，我有收到信息，我一直有这个很重的这个心理负担的是，很想在这里和大家说声抱歉。很抱歉的是，李翊君今天还没有到刚蹦登啊，还没到，不是没到哦，所以不要紧张。他还在我们的高速大道、南北大道还未，你懂吗？没事，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愿意的等，对不对？可以等吗？各位，是，你知道吗？从东甲的highway塞到刚蹦登岸的这个路口，你知道吗？还是真的耶！他到现在还在南北大道还没有做highway toll啊，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到刚蹦登岸。没有关系，我们愿意等。好，大家愿不愿意等？你们相信吗？不相信。不相信。你们相信吗？不相信。你们相信吗？不相信。听我讲，其实我自己都不相信。没事，反正我们今天一定会传承应该有的文化传承。是的，我们在还没有离职出来之前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惊喜。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有我们接下来以下的这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关于我们中华文化，也是关于我们大马的制作。来，等一下。制作。OK， 来，各位，你们口播一下，那个喇叭声、BB 声，还有你们的声音。帮我stop一下。好，来，稍安勿躁。会听华语吗？等一下，会听华语。不要太冲动，不要太冲动。你们还有45分钟可以吹啊！等一下，不要紧张。OK，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一项目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即将在2025年11月播放的这一部影片。就是电影名称为《大伯》。那今天我们《大伯》影片当中的团员，包括导演也来到现场，想借此这个舞台和大家分享《大伯》的这部影片。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要演员来到舞台上。首先有请何家豪，来，有请何家豪。有请 Steven， 有请 Steven， 谢谢。有请姚永胜，有请渔夫。来，好，我们4位的主要演员都已经到场了。好，下来。这是好多人，对不对？好多人呢。好，哇，刚蹦登岸的家人们，你们好。OK， 来继续，我们还要邀请这部电影中的灵魂人物，他就是我们的导演，今天要来到现场，我们请这导演。好，有请 Jer。如果大家有看电影的话，有看我们的这个短影片的话，应该认识他。掌声欢迎！那马上来过了，不着崩啊！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演员都来到舞台上了，我们就把这时间先交给我们的4位演员还有导演来。
哲，哇，要讲什么？导演，你的粉丝已经控制不了了，还是我先来了，导演，好吗？那是你的粉丝哦。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等了太久了。你表演，你表演。今天早上我从槟城，我3点多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我要搭火车从槟城过来这里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艾文店长何家豪，我是大佛电影的男主角。是啊，厉害呀，厉害呀，厉害！哎，我还有1分钟的时间，快！真的很谢谢谢谢理事会，谢谢主席，还有谢谢司仪，还有各台的老板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的海报发布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已经知道在这个斯甘曼，在这个港风等他这里呢，就是非常热情。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啊，非常之好。那么今天呢你们在讲而已。大伯，大家认识大伯吗？就是大二爷伯大牙贝。大牙贝，哇，白无常这个神呢，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有这个童神，就是有仙骨的一位童神。大家记得到电影院去支持我们这一部大伯电影。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en Chong 张伟哲，是这部电影里面的演一位师傅会喷火的恐龙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呼喊声一下吗？我第一次真的是感受到这个震撼的场面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部在11月份上映这部大佛电影，你们希望能够打进去戏院里面去支持我们这部来自马来西亚华人电影的大佛，可以吗？我跟你说，他们现在肯定讲可以了，你懂为什么吗？他们要赶快赶你进去，请你请出来了。大家好，贾班伟我是永正，在这个戏是做一个小徒弟 ，OK 虽然我讲的东西你也不是很想听，不重要，我希望下次我来，你们是为了我来就可以了 ，OK， 大家好不好？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香港的明星郑经辉。拍戏啊！我叫衣服，因为我今天3点钟，他怕人超多，所以呢，他就现在要在我手上我不能变成这个，男主角心机重，对。所以现在我们正式一个，要依了我了，我就说。这位叫做渔夫 ，OK， 来，好，来，接下来就把这麦克风交给导演，这个导演 ，OK， 那么我们就讲一讲啦，我们其实拍这部电影《大伯》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们是要你知道吗？就是马来西亚有很多跳童的人，对不对？但是会有一些跳童的人，他们是神棍来的，骗财骗色。福建话有一句婆家人赌啦，是不是你是讲福建话的讲福建话，你要不好，我跟你我比赛然后我们就拍这部电影，主要是提醒大家，给人家知道真正的童真是怎样想去帮人家。对，明白吗？就这样，就这样子。其实再说下去，就好像大家不用看电影，直接听你的故事就可以了。OK， 来，各位。其实呢，这部电影，我想问问我们的导演，这部电影为什么你有这个概念要去拍这部电影？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有一天我朋友跟我讲，叫我拍一部神的电影。神的？对，关于神的。跳童的。我就问他，马来西亚什么跳童的比较出名？因为我不会。
他就告诉我短梁配合，我就跟他讲我要，他就带我去看去拔山，去那些比较多福建人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就是所有的庙会去看他们的这个文化。对，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拍出来。第一集我们拍短辈，第二集你的。这样其实李贝会不会延续，就要看这个短辈的这个成果。希望没有票房2排。对，没有票房就没有那个资源能够让我们延续。各位，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中华文化的信仰。短辈这部电影将会在今年度阳历的11月上映，大家能不能够支持？不是为了李翊君讲这种话，我要听你们的真心话，大家会不会支持？好，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OK， 其实我有听到一个这个信息，其实这个短辈这部电影原本上映的应该会是在这个农历7月，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大爷伯的这个庆典就是节日是在农历的7月初7、初8、初9这个日子。至于为什么会延迟到农历的这个阳历的11月 ？OK，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这个是寡爷给我的这个信息，就是大爷伯给的信息。对，他希望我们在这个中间走多点宣传，好，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更轻松的把这一部拥有意义中华文化的这个电影也分享给大家。对，鼓吹大家，鼓吹给身边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够把中华文化延续，支持中华文化这个信仰的这个不要拍你们。好，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宝贝的所有团员们，谢谢你们。好，各位，来，我们就不要先让他们进去，我们有一个预告片，拍你们，看左右两边大家，不要拍你们。没有你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做到好。就算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活不过5岁。哇哦！刚刚看这个预告片，我们就觉得好吸引人了。挂贝商台记，哇，这个为什么会商台记？为什么会拿到这个主题？因为这个是关于到这个比较好。孩子，他的父名短辈是正名，商台记是父名。是，所以我们11月期待大家进入。我们期待这一部影片的上映，期待大家给我们的支持与鼓励，谢谢你们。谢谢导演，谢谢哈嘎。好，我们谢谢大伯的所有的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主持，谢谢我们所有的演员，谢谢。然后，再来一次，好，接下来大家都越走越靠近这边了哈。好，待会我们的李翊君来的时候，不要冲动。你懂我多么努力吗？你刚才有看到我好像吗？你们讲，我努力为了什么？为了你们，你知道吗？来，李翊君已经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各位，我想问现场的每一位，李翊君是唱什么歌的？还有呢？先唱一首而已啊，还有什么？雨蝶还有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是认识李翊君诺言7061，最爱吃的都是你，雨蝶7061啊，对吧？我出政治给你，听到吗？我随便了，来，公众的承诺，你们喊的都有。手上有荧光棒的举手举一下，没有荧光棒的怎么样？亮起你手机的灯。手机的灯来。OK， 来，这个要给哈多一点小心心给我们的李翊君好不好？让他感受到我们所有大马人的热情。来，没有棒的可以拿我们的小星星出来。每一颗星星，每一颗祝福，小星星越多，大家福气越多。小星星那里。OK。大家更多的热情，我们的李翊君才我相信上更长久。很多歌曲，等一下会和大家一起合唱。好，现在我不要听你们的哔哔声，我不要听你们的哨子声，我想听你们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唱诺言，好不好？我要听一下现场的感觉，可以吗？让李翊君更有信心，让他感受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热情。来，好，你会唱吗？会，这一首我绝对会唱。这一首绝对会唱。来，李翊君可是我很好，对，来，我们就直接进口的。来，没有，我们继续唱的。是，来，一起好不好？我们会唱的是诺言。无论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中间的没听到声音，大声一点。你我不能闯荡，不能停留，不能看清命运左右。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像冲破为爱带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美梦。有什么哇，太棒了！待会就是这样子的表现就是了哈，我们要全场一没有起。骗我，你们真的是李翊君的粉丝。是，好，要请偶像出来了吗？好，来，偶像呢？现在因为刚才下车的时候，他头发有点乱。他的set 他的头发，还要 set 到最漂亮的位置所以呢，他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才能够登场。5个小时啊，5分钟，OK，吓到，还以为我要等5个小时了，吓到我一跳。是，所以刚刚下来的话，都一定要整团，要把最好的一面呢呈现给我们大马的所有粉丝们。今天我相信，每一年的农历7月16啊，就好像我们华人农历新年这样。大家的这样相聚，其实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对，应该给自己一个最大的鼓励，感恩自己能够来到甘木登啊，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中元节的演唱会的舞台。是，今天呢这个时刻是大家期待的。是，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报纸啊？报章已经是刊登了。我们今年度农历7月16会邀请到这位台湾的艺人，就是诺言的原唱李翊君来到甘木登啊。他们肯你有定看到吗？不知道什么？肯定知道今天这个节日，对，肯定知道这个节日，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合作啦。我们要传承应有的文化，大家不要需要大家合作啦。我们要传承应有的文化，大家不要推推撞撞。推撞撞，明年我们不要办。是，主要的不可以跑上台，确保大家的安全。OK， 我要大家的安全，至少安全的来，平安而归。OK， 答应我的是，看完李翊君不可以回家，要到12点我们节目结束才可以回来，不然我写上 Facebook 你的名字，你听了李翊君你就回。OK， 好，各位。好，准备好了，还有一下子，再多一下子，是的。那我们要开始培养我们的真的是热情的情绪，这一个热情，这个情绪一直要维持到晚上12点，真的不要停哦。诺言大家会唱了，公众的承诺会唱吗？公众的承诺谁唱？来，公众的承诺谁唱？今天，Hello， 今天不是张学友演唱会，你会不会？
够来到现场这是台这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这样公开的场合，还有在这么值得尊敬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来到这个应该算是庙会，对不对？这个是属于节日庆典的节日庆典的一个场所，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谢谢主办方，谢谢你，谢谢主办方今天的邀请。那么看到这么多现场的好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有送花的朋友，有拿着这个我的名牌包，还有很多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李晴姐，今天可以说将近10000人在场，万人在场，超过98%都是为你而来，你相信吗？太感谢大家了！李易晴的粉丝在哪里？很谢谢。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我一上台，我真的有被吓到。原来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我太感谢你们了！各位，第一首歌《雨蝶》就这么疯狂了，再接下来，我不敢想象。再来这首，如果我希望今天大家就把它当成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大型的 KTV， 然后我唱的歌，你们会唱的话，跟我一起来，可以吗？好啊！再来这首歌《七情六欲》，掌声鼓励！后面的朋友，好，要小心，要小心哦，待会跟你们握手，小心，小心，小心，好，先握一下，一定要很小心，不要急哦，不要急，不要急。永恒孤单。
首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是情人，无非是我从前不爱的相逢，想要忘记，又不忍放弃，最怕爱上像这样的人。带来这首歌，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谢谢。哇！我发现你们，等一下小心小心，等一下小心，真的要很小心。我发现你们真的每一首歌都会唱，我每一首歌都会唱的朋友都举手。你够厉害耶！加厉害，加赞了。OK， 那接着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接着下来呢，我要带来这首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歌呢。